在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打电话、买东西，或者遇到一些突发情况，需要向他人说明原因与诉求。这一类的对话互动，通常都会有对象加互动原因加诉求或做法建议。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。首先是打电话。打电话时，除了要有对象，还要说明自己的身份，再加上原因及诉求。我们来做做看这一題。上學後，你想溜到學教練抗議口述藝術，愛成打電話問個屋下人，你會用辦講。對象是阿咪，說一下你的稱呼。我係阿偉啦。原因是同學繞搶愛，今半夜上學過後，強下溜到學教練時，卡加你嘅表演。訴求是他暗到將站屋下做得冇。可以這樣回答：阿咪，我係阿偉啦。同學繞搶愛，今半夜上學過後，強下溜到學教練時。卡加你嘅表演，卡暗到將站屋下做得冇。你打電話求問阿良功課，係阿良家咪接到，你愛用辦老機講喏。套用回答模式，對象是幫咪，自己的身份，我係阿良嘅同學，換到阿min。原因是我想愛請阿良。問一下功課，會寫到你位。訴求是做得像阿良接電話麼？我們就可以這樣回答：幫咪，我係阿良嘅同學，換到阿min。我想會請阿良問一下功課，會寫到你位。做得像阿良接電話麼？按叫冇樣到阿公咧。會打電話到阿公門口，你會用辦講，請最少會講3句話。套用回答模式後，就可以這樣回答：阿公，我係阿min啦，請叫冇樣到你咧，當上你哦。你參與卡看，會做卡數到，就唔會看到哦。我下張日會贊求讓你哦。我們再練習一種回答：阿公，我係維維啦，你都該做乜嘅？你幫佢見到我，路滑滑，你去奧多拜愛卡慢道，行路咪愛慢慢行，就唔會跌倒哦。我哋禮拜六病了。市民你最好食嘅剃頭湯，贊求讓你哦。